致命毒液竟然可以幫人止痛？人類對抗痛楚嘅漫長歷史入面，原來藏住好多意想不到嘅秘密。由遠古嘅天然草藥到實驗室入面嘅複雜分子，我哋一直喺度揾緊終極嘅解脫方法。各位觀眾，大家好啊！我係泡泡，又到咗網絡補血站嘅時間啦。追溯翻去好耐好耐以前，人類已經本能咁喺大自然揾嘢嚟減輕痛楚。古埃及文明會用到桃金娘葉同鴉片，而美洲嘅原住民就會用柳樹皮。呢啲古老智慧顯示咗我哋天生就想控制痛楚，亦都識得喺植物當中揾出可能有治療作用嘅成分。到咗近代，非處方嘅非類固醇消炎藥面世，可以話係止痛歷史嘅一個轉捩點。好似阿士匹靈就係由柳樹皮提煉出嚟嘅化學物質，好快就變成應付痛楚同發燒嘅常用藥。呢類藥物嘅出現，為現代止痛藥嘅發展鋪平咗道路。佢哋嘅原理主要係阻止身體入面某啲叫做環氧合酶嘅嘢運作，呢啲酶同產生痛楚、發炎嘅過程有關。除咗呢啲之外，仲有一種非常普遍嘅成藥，就係撲熱息痛。值得一提嘅係，佢雖然唔屬於非類固醇消炎藥，但止痛退燒效果一樣咁好。佢嘅運作方式又唔同，主要係影響大腦感知痛楚嘅途徑。不過泡泡提提大家，雖然撲熱息痛好常用，但係用得多係會傷肝，一定要小心。正因為傳統止痛藥有咁多局限同風險，科學家就不斷揾緊新嘅出路。近年一個令人意想不到嘅方向，竟然係嚟自劇毒嘅蛇毒，特別係令人聞風喪膽嘅黑曼巴蛇。佢嘅毒液雖然致命，但科學家發現入面含有一種叫做 Membelgans 嘅蛋白質肽化合物。研究顯示，呢種 Membelgans 有非常強勁嘅止痛效果，而且作用機制好獨特。佢哋唔係通過影響大腦嘅受體嚟止痛，而係直接作用喺身體負責傳遞痛楚信號嘅特定離子通道上面，就好似直接閂咗個痛楚嘅開關咁。呢個發現之所以咁重要，係因為佢可能提供到特強止痛力，但又可能避開咗嗰啲令人頭痛嘅上癮同副作用問題。泡泡認為，由最致命嘅毒物之中揾到治療嘅藥時，呢件事本身就充滿咗戲劇性。Membelgans 嘅發現唔單止係止痛藥研發上嘅一個潛在突破，更加提醒咗我哋，大自然裏面仲有好多未解嘅秘密同潛力等緊我哋去發掘。當然，由蛇毒入面嘅化合物到變成一支可以安全使用嘅藥物，中間仲有漫長嘅研究同測試過程。但係呢個方向，無疑為無數飽受痛楚折磨嘅人帶嚟咗新嘅曙光。今集就講到呢一度，下一集會繼續帶俾大家更多精彩嘅內容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頻道同俾個 like 啦。